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引起中国调卡断地，有学者认为讲，伊并无来违反一中原则，颠倒是中国要伫咧台湾外海进行军事演练的行为，反映了上过头。学者嘛讲，虽然这美中即马是竞争关系，不过中共应该唔敢伫这个时阵对台湾开战。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国际关注台美中的三角关系。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美国甲中国即马是竞争的关系，佩洛西来台湾一定会有风险。不管是美国任何官员来台湾，中国绝对拢是反对的。尤其是即届，咱看到自从美中科技战了后，其实咱发现一件代志，就是美中的关系愈来愈歹。中国不断恐吓，不过佩洛西嘛一直强调，这次来台湾是无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政治系副教授陶基芬表示，中国即马伫台湾外海的军事演练是反应过度。就我们用我们的 common sense 来看，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裴洛西要表达他的对于台湾的支持，那这也有潜力，这也没有违反美国一贯的政策，但是就是中国大陆一个过度反应。反应过度不是无原因的。台大共教中心助理教授吴宗基分析，习近平是想要用民族主义的情绪转移国内对伊的不满。大家嘛知啦，迄个中国即马内部的问题真严重啊，经济问题啦，迄个 COVID-19 啊，侵略的问题啦，其实迄拢到大陆内部拢已经造成足大的民怨，所以讲伊嘛是可能有迄个条件要甲这个台湾的问题啊处理甲真紧张啦，吴宗基认为，台美中未来关系会如何，关键伫中共的态度。不过，伊认为现主是习近平要连任，中共唔敢无分无会伫这个时阵对台湾开战。记者林书豪、曾派文综合报道。